好来，乡亲啊，真正是有够热哦！气象局今仔日来发布着高温的资讯，台北市、新北市甲东部、南部等等8个县市是压到36度以上的高温。有专家来提醒，讲为后礼拜二开始，这热带大陆气团的干烧的空气会慢慢流过东海，这台湾恐惊会出现着亲像热影迄种的极端的高温。这是气象专家讲的。气象局是讲，目前也未到真正热影的顶级，会阁继续来观察。天气热到走无路，袂输是火烧煲，南是地膜啊压线，桥头摆还阁挂手黄龙。伫室外做事的人爱注意，因为会阁热落去。周五、周六、周日这3天，气温有可能来到36度以上，甚至北部地区可能有局部37度，甚至也有可能出现38度高温的几率。卫生部上新的统计，7月15到20，热伤害就诊上新的记录有83人次就医。到7月19，总共已经有367个人。有专家提醒讲，后礼拜二开始，热带大陆气团的大热的空气会慢慢流对东海过，台湾恐惊会出现真悬的气温。温度呢，已经是比我们的高温略高个2-3度左右，甚至会有出现局部极端的高温。但是因为热浪等级是比较高一些，它可能是在国际上要在连续长时间底下，而且要高出它高温要非常多的状况。我们未来这一周整体的气温都是偏高的，而且持续时间算有点长。不过还没有到真正热浪的等级。世界气象组织热浪的定义是讲，高温比气候平均高5度，而且连续5天高温达到40度。以台北市来讲，平均的高温是35度，也是需要连续5天高温达到40度。提醒乡亲出外时爱注意，爱防拍加啉水，防止热伤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